香港人點解咁中意孭雙肩包呢？我哋嚟睇下雙肩包裏邊究竟有啲乜嘢先。香港啲礦泉水好貴㗎嘛，喺便利店買分分鐘都10幾蚊一支，所以好多人都會自己帶水杯出街。同埋咧，因為香港人都好注重環保嘅，帶水杯就可以減少膠樽嘅使用。香港嘅充電寶，即係俗稱嘅尿袋咧，都好貴嘅，而且網點又唔係咁普及，所以好多人咧都會帶翻一個咧喺自己嘅袋裏邊。跟住咪梗係有銀包啦，銀包裏邊一定會有身份證嘅，因為喺街上邊咧，阿 Sir 係可以隨時查你嘅身份證㗎。仲有香港而家有啲鋪頭咧，都淨係收現金嘅啫，同埋咧硬幣都仲係好通用嘅，所以碎銀袋好多時候咧都會帶一個，咁啊裏邊就會有好多啲 coin 啦。香港有啲餐廳都未必會提供免費嘅紙巾嘅，所以喺雙肩包裏邊咧都會有一包紙巾。香港啲寫字樓啊、餐廳啊、商場啊，同埋好多公共空間啲空調咧，哇，真係凍到不得了嘅。但係出邊又好熱喎，所以通常雙肩包裏邊有時有啲圍巾啦，或者有件外套啦，咁就可以等你去到室內嘅時候可以披翻件，就唔會凍親啊嘛。咁多嘢要帶，咁你話啦，出門係咪孭翻個雙肩包會方便好多呢？